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收睇新股速遞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麥科田啊，上市編號係2041嘅。公司咧就喺深圳嗰度咧就做一啲全球性嘅醫療器械啊，咁都係屬於一啲少少醫械類生科板塊等等，我覺得中上嘅吸引性啊。8月28號開始招股啊，咁至於係到9月2號嘅早上咧9點30分就截止認購。上市日係9月7號喎，發行價格15蚊4毫2啊，每手入場費好平1500蚊多啲，集資額好細6個億。嗱，基於咧行業咧性質，我覺得中上啦。而且咧入場費定價集資額超細粒，我相信咧會有啲炒作嘅意味喺度，大家即管去留意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